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讲到最近有一件代志，一个医师因为要开到一张表，去互这个家属拍甲流血流地。那么咱讲到这个电照系统到底是安怎呢？有一日咱若会老，你就找无人甲你友好，那么就爱靠这张巴氏量表，找一个看护塞出去甲你拍一头。偏偏这个表实在是脱离现实真见头。到底这件代志是要安怎瞧？事关你我以后的长照，咱今仔日找专家好好来斟酌。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北荣总病院神经科专科医师布忠玲。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布忠玲。第二位是咱前台湾失智症协会秘书长汤丽玉。大家好，我是汤丽玉。第三位是咱台湾长期照顾发展协会秘书长易志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志雄。第四位是咱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理事长池瑞希。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和大家来看这新闻。这前几日啦，这个民众因为呢要请外籍看护，却讨袂到要必要的巴氏量表，就对着医师呢来起卡动手。那么有专家就表示，那亲像香港啦、日本啦，要请外籍看护的时阵，拢免这张巴氏量表。咱嘛应该呢来个取消。那么简单呢，交互医师来决定就会使，所以主张呢要来废掉，那么通过呢来照顾民众的需求。厝内若做有适龄人想要申请外国籍看护，爱有医师的评估巴氏量表，若做比35分较低才有资格。常常捌造成医病关系紧张。进前三军总病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就是患者的巴氏量表无通过，病患家属动手拍医师。外界伫讨论是毋是爱废除量表鉴定，直接开放民众评估医工。我是觉得不赞成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本国人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呢，就失去了工作机会。我觉得有需要的就是直接就可以请了，因为用巴氏量表的话很麻烦。长照专家是讲，台湾2025年得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的人口占比也会持续提高，长照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政府不应该把是毋是会当找外国籍看护的决定权交予医师。香港、日本这些国家地区嘛无用巴氏量表当作评估医工的标准，是市场机制，所以主张废除量表评鉴。那你不要巴氏量表啊，你只要诊断书就好啦。事实上，诊断书你有所谓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等级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疾病，这些都可以是设定一个诊断书一个标准去做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巴氏量表。因为它牵涉到移工跟长照两边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议题，所以其实也是需要和劳动部这边一起来去做一个审慎的演绎啦。长照专家是讲，有一寡长照家庭想要带入长照机构，毋但费用真贵，都爱去看运气，常常拢等无病床。有一寡是因为找无外国籍看护照顾适龄者，家属被迫离开职场，互家庭的经济受影响，到尾煞变做长照悲歌。卫福部是讲，评估移工的条件也需要甲劳动部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仔看到这个巴氏量表，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可能你也处理无这种需求，唔知影巴氏量表是啥物。伫我手中这就是巴氏量表。这头前是基本的资料，但是呢，两页看起来真简单，但是看起来呢，那会遮复杂。所以首先要来请这个医师来甲咱讲，巴氏量表到底是啥物物件？巴氏量表应该是一个伊叫量表嘛，所以伊是一个问卷啦。哈，嘿，是讲迄个内底就讲你食物啊，你有法度家己食无？
啊，然后你有法度为家己迄个上厕所，家己迄个大小便无失禁无？嘿，啊，迄个那伊这吼满分是100分。然后按目前的规定就是讲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年龄哈，伊几分无同款的分数，对，嘿。所以照这来分，但是咱来看这个图表吼，那真侪人对伊有意见啦。讲吼，譬如讲吼，这个巴氏量表讲吼，这已经是1955年啦，顶世纪吼，所发明的啦吼。啊，当初是发明的是吼，是要互福建的人吼。要来评估讲有适量的人，吼来用的，啊变做要请外籍看护，当初时看起来是真有道理啦吼。但是伊佫讲哦，迄阵是西方人的体质，即摆要来看咱东方人、亚洲人，尤其台湾人的体质，吼有诶佫变化，佫来。伊讲哦，那即个评分哦，分级哦真少，分级真少，啊差分真大。吼，同款一项代志，有诶要拍5分，有诶拍10分，安尼就差真济。所以吼，譬如讲，伊诶手吼，伊记一个咧，阮手吼，因后头啊去切即个后壁空，但是伊拄啊手势我都切着，伊诶分数就观察就真济。所以这真济真幼稚诶，我毋知影布医师你安怎看这样代志？应该你是赞成讲规矩取消，还是讲？应该爱较研究，互伊较细致，啊，搁较幼稚安尼。嘿，我是赞成取消啦，用诊断书就会使啊。像头我讲的，其实迄个医生甲迄个病人中间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信任。嘿，伊讲啥，啊，我就相信伊讲的，因为伊无必要来骗阮。啊，阮一般的医疗就是大部分安尼，阮真少，阮做医生真少去怀疑讲吼，这个人是来骗我。啊，怎迄巴氏量表，因为伊怎分数怎讲较悬，伊就无法度请外劳，啊，所以伊来讲的时阵，迄个有当时啊，就讲较夸大一点。哦。然后这毋是阮一般医生咧做的工课，阮大部分的时阵，就是病人讲啥，啊，阮拢相信伊。然后所以这吼，所以医师你的意思是讲，靠这诊断书来看，较真实。对，这比较像迄个医生本来在做的工课。啊，另外佫一点吼，你凭什么说安尼几分以上会使请？几分？啊，若差1分，伊毋就气死。对啊，无，伊这大部分都0、50啦。5分、10分。是讲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然后有的人就会感觉讲，吼，阮爸爸妈妈做需要人照顾，无得跋倒。啊，伊其实迄个病足轻的。然后啊，像因做焦虑的，身躯的需求，当然是心理的需求。对，嘿，两项都有。哇，这若讲起来复杂安尼。对，啊，所以伊很难迄个判定一个讲你爱安怎。所以，但是安尼若是伊有心理的需求，啊，若用诊断书去看，伊可能嘛无法度是就请外有这外籍的看护啊。主要就是迄个头啊，迄个影片内底有讲，就是迄个。外劳的政策哈，是牵涉到劳动部。台湾嘛有迄个观众就是讲，咱本国籍嘛是有人想要做这种工课，是讲薪资比较高，然后啊，咱是主要是要保障本国籍的劳工。嘿，咱主要无讲要保障本国籍的劳工，咱无惊讲外籍劳工伤济哈，安尼应该诊断书就会使啊。啊，袂要紧，咱今日还有其他的专家吼，首先先请教这秘书长吼，在你来看吼。这应该要促销吗？好，因为我主要是面对失智症的长辈哈，对失智症的长辈来讲哈，这个巴氏量表哈，实在足无适当的啦。好，其实伫民国95年之前哈，失智症的长辈有哪得爱用这个巴氏量表，但是迄阵呢，阮就是有真侪会议去讨论哈。啊，阮的建议就是讲，因为失智症的患者、失智症的长辈，甲一般失能的长辈无共款，安怎无共款？好骹好手，这个就是重点。伊会当行路，但是伊出去就胖去。啊，无就讲怀疑讲你歹人。嘿，伊会当家己食饭哦，但是伊会食到老鼠药，吼，食到袂使食的物件。伊会当上厕所啊，但是伊上厕所了。
迄厕所就渣的，吼啊是乌鸦敢风台吹过啊？对，啊所以吼，阮的环境啊用巴氏量表的时阵吼，就歹通过啦。啊，迄阵阮就甲迄个时阵叫做劳委会，吼，劳委会咧负责即件代志。阮甲劳委会讲吼，袂使用巴氏量表。后来咧？阮用一个叫做 CDR。CDR 特殊的。对，这个是临床的失智评估量表啊，咱傅医师有那就在行的啦，吼，专家啦，哈，嘿，阮用这个，这是对着失智症的长辈来讲，较适合的一个评估工具啦，哈，啊，用这个来看，啊，伊若 CDR 是1分的时阵，吼，需要2个医生，精神科还是神经科，确认，哈，确定讲伊轻度失智。啊，若是 CDR 分数伫2分的时阵，吼，就是中度，迄阵一个医生确定，安尼就会使。所以其实伫民国95年的时阵，吼，失智症的这个部分已经放弃巴氏量表啊啦。哦，所以恁无需要创造这个巴氏量表。阮用 CDR 就会使。啊，若是即马徛在讲，大家要来讨论巴氏量表，你认为有存在的必要无？拄则像傅医师讲的啦，吼，一个医生的诊断，吼，其实会当证明讲伊有需要规律有人照顾，吼，安尼其实有哪是一个方式啦，吼，啊，但是我另外一个烦恼是啥物货呢？因为即卖的制度内底，吼，阮诚侪家属要请外籍看护的时阵，吼，其实有哪有伊的困难，毋是要请就有，吼，对啊。啊，即马因为印尼遐慢慢因嘛有较发展吼，所以即马来的嘛有较少吼。啊，所以若万一后摆吼，真正放宽到足宽的时阵啦吼，哦，足松的时阵吼，我嘛烦恼呢。阮真正有需要的家属吼，是毋是会当请到伊需要这个外劳吼？这有那是一个问题啦，所以我两难啦吼。真正像香港嘛是因无这个规定啦，吼啊，但是因的外籍看护足侪哦，真正足侪。啊，咱遮呢有即个规定吼，啊，但是有即个规定啊，家属有当时啊嘛是找无外籍看护呢。吼，我嘛是小可烦恼一点。这是毋是因为咱的外籍看护的薪水较少，所以你请无？比较香港也好，比较日本、韩国也好，所以咱人较无爱来遮。因为这老实讲吼，你照顾阿公阿嬷吼，对因来讲吼，逐工吼捏来捏去哦，我所知啦，这我毋知是毋是事实。秘书长，要讲这个巴氏量表要废除无吼？因为我相信这可能有3个面向啦。伫政府方面，伊的考量就是讲，我有一个机制来做一个申请的一个标准条件。啊，你废止了，啊，甚至有的民众伊讲，伊有需要，你就好请啊。啊，迄到时的4家家全部拢是咱遮的外国朋友，下暝这是另外，因为咱目前有安尼的限制，包含工厂厂工的限制，的申请，即马就已经走8万几人啊呢。啊，如果无条件，甲拢毋免限制的时阵，啊来袂合，我嘛来去走。啊，以后是毋是10几万人、20几万人，啊，拢你做失联的，即个义工的行为的时阵，咱即个当然毋是讲一定会造成什物，因拢会来做犯罪，也是安怎啦？但是毕竟你伫即个社会的即个秩序甲治安方面，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出来，这是第一点。所以这爱有一个管制机制。对，这是伫政府的立场啦吼。啊，当然伫家属的立场就是讲，啊，我这个顾甲拖西连啊，你知无？啊，结果你即摆我要请，你就规定我请一个巴氏量表，啊，佫判袂过，啊，你即摆是要叫我安怎？啊，我是要甲头路撕掉来顾，啊，拢逐日免食清，啊，是讲要安怎如何嘛？所以吼，相信咱拍人是绝对毋对啦吼，但是伊拍人的即个背后的心酸是啥物，咱无了解啦吼。啊，这是一个议题。过来就是讲，医生伊困扰讲，啊，我是要开也毋开嘛吼，啊，要甲照规矩来开讲，啊，伊就感觉会过，啊，我都开了袂过啦，对毋对？啊，伊就受气了骂我啊，这有够可怜的无好过啊，啊，但是伊都确实也都无过啊，
嘿，啊，你若甲开药过2日啊，万不利有迄落时阵，医生担刑责嘛，所以医生讲我两面拢毋是人啦，吼。所以巴氏亮到底有需要存在无？我的看法啦是讲，伊是一个，其实讲一个，因为伊内面的分数的改站上加4站尔嘛，吼。其实伊要甲判断，伊就像傅医师讲的，就是讲啊，伊会使假呢，对不对？啊，迄较早讲较歹听。较早咱失智症的时阵，你鉴定失智症，迄 MMSE 量表啊，迄有无？就是啊，你记啊，即摆问你讲台湾政府啥物？这总统啥物人？啊，你记3项物件哦，金蕉啦，吼，啥物青色的啦，倒啊啦，等下搁问你，伊通个迄种教好，伊就会当骗你啦。啊，所以咱即摆就是讲，迄个傅医师嘛伫遮嘛，吼，咱即摆要诊断一个失智，毋是干那讲甲问迄个 MMSE 迄个失智量表尔嘛。伊爱搁甲检查伊的脑对无？断层摄影看伊有退化无？伊爱甲抽血，你是毋是因为有梅毒，还是欠维他命 B12引起的即个暂时性的即个失智？啊，所以这拢有伊的机制。啊，所以今仔日讲即个巴氏量表的问题，就是讲用安尼的即个项目来评断即个人会当清咱即个外籍的即个看护工无，是不足的，是不足的。啊，如果以咱即马长照2.0有无吼？咱即马是17年来啊嘛吼，咱是17年来啊。这本叫做 CMS。对，我特别讲 CMS。我看了分期的。嘿，对，伊非常的侪张啦吼。啊，即马即个是长照2.0，即个示范管理中心的照管中心咧做的工作嘛吼。即个要认真甲评吼，大概要超过2点钟啦。啊，所以讲即个工课，啊，但是伊是毋是会当评出我原来巴氏量表袂过，但是伫即个所在我可能会过。但是我要安怎甲即个遮尔啊复杂的物件，即马都安尼就感觉你嫌复杂啊，要搁甲 CMS 如果若要甲导入讲，咱要来申请外籍移工，啊要互伊，因为伊有可能各种的情形，啊拢顾会到，啊所以我用较复杂的一个量表，啊来甲伊做评断，啊互伊就是讲较周全，啊但是即个会搁再影响了讲需要偌济的人力，你是较改良派啦吼。但是就是讲，如果什么拢买就是啊，就是无限拢会使来引进，我有需要我就来引进。到时真正会变做讲真正有需要的人会请无工。啊，这嘛是一种吼，但是我要来请教着理事长吼，在你长期吼，在这外劳的这生态圈内面吼，你甲因处理代志，你认为这取消了后，这生态变化是安怎？我家己感觉讲，其实即个部分对于迄个义工、对看护较无影响。啊，毋过就是讲，咱嘛是爱回归一件代志来看，就是讲，其实咱若是不管咱是用 CDR 照顾失智的，还是讲咱用即个巴氏量表。问题是讲，这个义工这个看护要入来进前，因到底有受过啥物款的训练无？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啊。这个较重要。对啊，因为照你讲起来，你讲大家伫遐咧查讲，咱是毋是用巴氏量表，还是要用 CD， 还是拢茫用？咱有一个考虑是咱国内的劳工政策。事实上，伊真正会影响到咱的一寡即卖的长照人员，会也有市场嘛，对。事实上会影响，也毋过问题就是讲，咱当家不管是有还是无，咱是要安怎来讲？咱遮咱找入来的即个义工吼，咱的看护，伊会确实会当甲咱的老人照顾好，甲无共款的需要的老人照顾好，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重点。而且我有若是爱讲，咱头拄仔咧讲，香港拢无管制，啊无管制真侪外籍看护入来。啊，毋过你敢知影？香港人伊嘛是伊袂讲24小时叫即个人讲哦，规个拢迄落拢外籍看护咧甲顾。因为即马咱爱真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讲咱逐个拢讲啊，即马咱嘛知影东南亚的国家，伊即马嘛是发展啊真紧，所以因的人拢少年人，讲一句较歹听，咱遮若有草莓族，因遐嘛是有草莓族啊，因迄少年人吼。那来入来咱台湾的时阵，讲真诶，伊嘛是希望讲，我的工课有一个就是讲会当歇困，会当安怎？所以你袂使讲完全去怪讲啊，我请无人嘛，因为这就是长照制度爱入来补充的所在啊。所以这人员的训练吼，但是是毋是？但是讲到这人员的训练呢，你讲要叫这外籍看护吼，要入来进前，甲做训练，他这。就医师的立场，爱甲训练啊偌久，伊也有啥物知识的程度，才有通接受这个训练，敢有可能性？
讲这个问题吼，迄个我感觉甲个人的特质较有关系啦。哦，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像阮医学院哦，我们求迄个医生，就有的人比较合适，有人比较不合适。迄个混人目前应该都无什么混人，但是进来之后，抓愈来愈多，就是希望讲吼，阮会使提供一些课程。阮嘛会做一寡一些表格啊、表单啊，来教这些外劳啊，都讲了了照顾讲阿嬷。但是头我大家讲的，其实第一个就是讲你我都请到无，你请到吼，再来就是看运气。有当时运气较好，就请到一个较好的；有当时就请到一个，迄个，因为我有当时查房，有的我人从头到尾都在讲电话，有的就甲伊报告啊足好的，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就是这个人本来的特质，就是有适合去咧照顾人家迄种人格特质无。所以要禁用的时阵，这个机制嘛是真重要吼。就我小弟妹请教的秘书就要请。这点吼我是足有感觉啦，吼我事实嘛伫阮的服务内底吼有训练外籍的看护吼，要安怎照顾失智症的长辈吼。我感觉有训练有差，训练吼你会看到讲这个外籍的看护吼，伊了解失智症了后，伊迄个态度吼做转变。我甚至有一个吼，咧听我咧讲的时阵，讲流目屎，你敢知吼？伊知影讲伊即个照顾的长辈吼，未来吼可能一直退化，到尾会过身去吼，怎流目屎呢吼？所以我感觉这个看护哦，真正有真好的看护，伊是无了解尔，吼，伊若了解的时阵吼，伊嘛会当好好来照顾，好好来款待咱的长辈吼。所以我足支持吼，毋领伫要来进前。有一个训练，吼，迄个训练有一个基础。来到遮以后呢，咱爱阁有一个训练，吼，因为遐个文化甲咱的文化阁无共款。一方面是遐个训练甲什么程度，其实咱嘛无看到，吼，所以毋知影啦，吼。伫遐有一个基础了，来到遮的时阵，咱阁甲训练一下，吼，甲咱遮文化，吼，文化会当接起来，吼。万一若有，譬如讲，若吼，阮伫咧印尼吼，印尼有一个失智症协会，阮会当甲遐个失智症协会合作，因伫遐开课，吼，或者外劳要来进前，先伫遐训练。即个失智症协会，我就知影伊的程度甲倒，安尼我就较放心。吼，这是一个更较好的做法啦，吼。所以咱会当找到迄个国家内底，迄个国家内底有较。会当信任的一个机关吼，一个组织吼，咱甲伊合作，安尼是一个真好的方式。我会记得我迄阵是甲伊秘书长吼，咱有讲过，讲上好即个外劳的即个移工的即引进的政策当中，政府的角色要徛出来，政府就去取代某种功能。在头拄听秘书长伊所讲的，这敢有可行性？譬如讲。因的即个失智症的即个协会徛出来来训练，我第一个想到是讲，你要爱我的人训练，我钱都要提高啊。是。这后手的即个影响的即个生态是安怎？是。因为其实嘛有听讲，咱的政府其实嘛有想要，就是讲咱的即个外籍伊即个家庭监护工入来的时阵啊，先集体训练了的时阵吼，正到家庭去。因为伊去到家庭的时阵啊，第一就是讲，无法度对话嘛，语言上都有问题啊嘛，有障碍嘛吼。过来就是讲，搁相处啦，然后即个尤其是如果讲咱唐秘书长所讲的，尤其是失智症的即个长辈或者是患者的话，千万种啦，千万种。所以讲，训练当然是真重要啦，吼，即个机制当然真重要但是。真正要甲落实咧实施的时阵，这拢需要费用的。这个费用的时阵，什么人爱承担？对，就是家属爱承担。家属即马承担第一，就是讲，因为慢慢这个慢慢引进外劳的这个制度要甲国际接轨的时阵，以后是包含伊伫国外训练、食宿、交通飞机过来了以后，拢是来爱雇主家己付钱啊呢。所以这敢若前期吼，都毋知。爱开偌济万啊！
真侪家属其实就是迄个家属国际联盟迄个理事会有无团体因就咧讲啊以后这台湾阁会当自由转换雇主啊，我雇主袂情要开10几万而且，甲引进入来了2-3个月，伊甲讲伊要转工啊。哦。啊是啊，我咧头前遐要安怎啊？啊这机制你拢爱定我清楚哦。后壁迄个接的人，我头前这损失你也甲我收无？你也甲我接收去无？啊这无听政府讲伊要安怎做啦吼，所以。教育训练是非常重要啦。如果以我宗教机构来讲，有无？因为伊入来到我的机构内底，我有老的带少年的嘛，就是讲较而且做较久的，而且做较久的，比如我有6个义工嘛吼，所以画2-3档啊，画3-4档哦，啊所以这新的入来了，马上旧的去甲拖，2礼拜1个月，大家拢作用的。但是今仔日的家庭，这个就困难嘛，因为你慢慢下项拢要叫中介公司来甲你处理啊。中介伊是翻译来尔，翻译因也晓照顾。伊也无专业啊。我说较早有一间迄个，就是专门咧甲咱做的中介公司，翻译就厉害，因为伊翻译是伫咱的宗教机构做3档了才出去做翻译的。啊，这就赞，因为安那，你照顾上有啥物困难的时阵，伊拢有法度通甲你解决嘛。啊，但是即摆的时阵，咱唔知影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中介公司，因为也靠翻译嘛，吼，啊，过来伊的服务的。及时性有法度达到遐无啦，啊，讲一句较下就是讲吼，为了讲到钱就攞去啊，但是万项代志要生存拢爱钱，无钱是万万不能。对，啊，所以政府有思考无，就是讲咱若要甲这个教育的机制甲做好起来，啊，互这义工入来到这个家庭，老人会当受到好的照顾，吼，啊，这个义工伊嘛会当安尼就是较顺遂，会当来赶紧进入这个状况，啊，这个教育的经费。伊个倒来讲长照2.0啦，啊！你这政府预算爱甲坑落去无啦？这爱讲较歹听就是政府来开钱啦。政府来开钱，我爱先停一下吼。头拄啊，这伊秘书长吼所咧讲的，就是讲，咱即马这外籍看吼，这个部分并无在这个长照2.0的内面。是。所以呢，这笔钱伊袂当用这。是，无名目，无名目。即我要来请教条理事长，你有赞成2个合作位，机制管制也好，甄别也好，还是补助也好，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看法？我是真赞成这部分，尤其是伫咧长照遮，咱讲一句较迄落，我差不多3档前捌审查一个劳动部的研究案。其中，伊是拜托一个大学，甲咱的迄个健保的数字，含这的聘雇家庭吼，即个聘雇外劳的家庭，来甲做一个高级的研究。结果发现，其实有聘请即个外籍看护的，即个款的家庭吼，因会当大量的减少伊一档的健保的费用。那讲这个数字到底是偌济？咱是不是应该爱请这个甲公布出来？对不？你若会当省这那济钱伫咧健保的概念吼。对啊，你才会个当互咱的老人会当得到真好有尊严的照顾。我非常赞成他拄啊迄个秘书长咧讲的，就是讲，因为其实。伊讲吼，伊本身伊毋是，伊嘛是一个人啊。咱照顾人本来就是一个人甲人接触的工课，毋是讲我是一个机器人，我甲你做照你做工课，拢是动作安尼就好，我毋免关心。其实毋是安尼，所以伊头拄仔咧讲，当然你若甲即个伊的看护工甲伊做一寡训练，互伊了解讲失智症，还是讲一个老人伊的退化是安那。其实讲起来，咱的义工嘛，真侪人伊有一个同情心，伊会想讲原来就是安尼，所以伊做的工作真好。可是咱大家讲看卖，咱台湾的居服员吼，也是咱的照顾服务员，以早因的地位较无受到人的尊重。即几档卫福部为着要鼓励咱的迄个民众会当来从事即个长照的工作，所以伊一直咧鼓舞讲，大家人咱即个长照的工作是一个真伟大的工作，建立伊做即个副添啊，叫伊教学员啊，对，互伊即个职业的即个尊严安尼。毋过问题是讲，咱台湾的照服务员是安尼，毋过伫咧外籍的看护员毋是安尼啊，伊嘛是感觉讲，你外籍你就是外籍看护，就是。把屎把尿拢是你，咱讲一句较咱本国籍的这个居服员，即马咱像较毋免较无需要去互贴上这个标签。你其实咱若是讲咱会当甲这个以一个同理的心，咱嘛是来甲这个咱的外籍的这个看护来讲，你做这个工课真伟大。
其实伊你是做一个真好。对对，这我就要问你哦。咱甲人讲，你做的代志足伟大的哦，安尼敢有效？当然是无效啊，要毋过咱得配合一应该是讲，你做的代志足伟大的哦，安尼嘛？毋是，我是感觉讲咱应该爱思考几个问题，就是我是讲热客啊，我的意思是讲，敢有可能讲，我咧讲你伟大的时候，我提悬你的薪资？对啊，所以咱就是咧讲，其实即卖市场顶面就是讲外籍看护伊的薪水，大概。即卖因的迄个资讯也足流通，因会去讲啊，伊会甲头家讲我要偌济钱啊，毋是你照你以早讲上的讲，我2万箍，还是讲吼你一日甲加班加偌久？即卖外籍的看护，伊会去要求啊，伊这做即款的要求，讲真的，你若是讲雇主，你互伊一个适当的休息，还是讲你家己的薪水做一个提高？咱咧讲提高薪水，既然已经是趋势啊，咱是毋是讲咱若讲伊有训练？伊有训练过的即个外籍看护，伊有一个证照，还是啥物货？吼，伊会得当家伊的薪水，伊去甲头家讲，头家我有一场即个居服的即个训练哦，安尼你甲我加一点仔薪水，即个头家要加钱，安尼嘛较加会落去。这个问题就来，我要请教你，伊比如讲，这加钱吼，有的家庭是出得起，有的家庭是出袂起，是这钱要谁出？是啊，必须对你摇头哦。我嘛是佮讲中照2.0爱来啊。对啊。但是对啦，因为讲到钱就怨气啦吼，因为咱今年已经650亿的中照的经费啊，还佫无包含着咱遮的家庭外籍监护工，几乎嘛无咱中照机构24小时自主性的遮的老大人嘛吼。即最近正佫宣布一个新的政策，会当领。变6万变12万，但是是有条件的哦。有条件，唔是无条件。一开始直接就甲阮发布讲，哇，我们努力哦，今年要实施啊，大家拢会当领12万。靠，阮拢去甲家属讲啊，是啊，唔是，靠腰有条件。分去，即摆就爱去甲家属解释，你是啊，咱袂当领12万，这是另外一回。所以经费的问题当然是足重要啦，吼。但是这个经费无上限，一直安尼在成长，其实。政府当然伊爱去思考，到底我的中照的经费要安怎来啦？吼，即摆税收制是毋是已经无法度通应付台湾遮尔啊超高速？总是袂当叫人一直食薰啊！是啊是啊，讲对啊，主持人着食薰的人愈来愈少。佫万不得今年好野人佫死较少，你佫较害，因为无遗赠税。吼，所以税收制是无稳定的财源啦。所以是毋是爱变做甲全民健保共款来实施即个保险制？保险制对，但是即个即马前两档来讲可能较好，因为台湾的工业趁足侪钱嘛。前两档听讲无遐好，所以这有足大的问题啦，关联到经费啦，吼。但是真正是无经费，你就是无法度通做。就拄则你所长伊讲的，我来互伊考即个照顾服务员的一个证照，即个证照目前是。90点钟，然后还佫40点钟，即个是要入来就叫伊去受训，是已经伫家庭啊，我派伊去受训，然后2礼拜无伫的，我要叫啥顾？这都拢问题啊！过来，这条钱要叫啥出啊？目前咱是台湾的训练是直信级咧出嘛吼，你即马这我质疑讲来啊，嘛是佫雇主出嘛？我哪有可能我互伊出去2礼拜，我就搁出钱互伊去，然后伊即摆摕到证照，转来甲我讲，头家，这证照摕到啊，佫加薪。我感觉你讲真唔对哦。你若是你的迄个机构内底有请一个台湾的迄个员工，伊若去外口申請一個什麼迄個證照入來，也是伊迄個畢業。碩士畢業，伊嘛是會甲你講頭家，我有愛甲我申請啊。我你解說啦。咁唔是安尼？無，你解說。離阮機構，阮會鼓勵哦。離機構，因為即馬包含政府即馬要推中階。不是，比如你他意思是講，伊出去訓練的40點鐘，想要來工作。90點鐘，佮加40點鐘的實習。這點吼，我會當說明一下，因為這阮有一寡研究，就是講伊這90點鐘的受訓內底，這90點鐘的受訓內底，其中50點鐘的這個課程
学科的部分，其实伊即摆会当用线上的上课的方式啊。啊，另外就是40点钟的实作兼实习的部分。啊，咱现在咧讲，迄个即摆介重要就是讲实作兼实习的部分。啊，这毋是咱介需要讲咱的外籍的看护会当去学的吗？啊，伊无去学，你转来你要安怎顾老人？咱袂使干那想讲，啊，无你若出去的时阵，啥物人要顾？咱敢有想着讲，你若甲互伊有一个实作的经验，伊若会当照顾了较好，咱岛的老人是会这样得到较好的照顾，会当较延缓讲伊因为这个照顾的失误来受伤，还是无尊严的对待，还是讲甚至讲失去生命，是毋是？咱爱去有一个这个思考嘛，袂使拢讲，啊，你来你着逐项拢爱。理事长，我会当理解讲理想真美好，吼，啊，这安怎来互伊铺排来唐秘书长？我爱徛伫个家属的立场吼来看这件代志吼，因为阮足侪家属吼，死伫前的这个家属呢，拢有请外劳啦吼。啊，因咧请咧甲因斗阵的过程中间吼，嘛是攞心攞命咧吼。爱看这个外劳的脾气吼，当时爱看伊的面色咧吼，有哪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哦吼。啊，所以讲。要甲即个薪水吼，要提高吼，我真正对阮家属的立场来看吼，足辛苦啦，对阮家属足辛苦的代志。啊，但是呢，若会当对长照内底有一寡长照服务，阮有聘雇即个外籍看护的时阵，阮会当用一寡长照服务的时阵。啊，好，这个外籍看护的这压力、工作负荷可以稍微减轻一点哈，多一点喘息，对，会当休困哈。安尼比较来讲，对咱的外籍看护更较人性化啦。我感觉这部分就是讲喘息服务这部分，其实即马政府已经有啊。啊，毋过问题就是讲，伊即马真正伊若要出去，伊要甲申请讲我有一个喘息服务。你其实咱台湾的这个居服员无法度能够及时补进来这个服务里面嘛，补进来这个喘息服务，这是一点。另外就是一点就是讲，咱咧讲这个义工的，你讲义工，咱的薪水是毋是要增加，无好增加的问题？即摆已经毋是你要互伊毋互伊的问题啊，即摆伊会当换工课，伊会当换雇主。像阮之前，阮就熟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伊面试16个，伫咧疫情期间，他面试16个雇主，领导带了无好，厝伤细间，得个少4、5老，伊就无爱啊。劳工市场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基本上不是讲所以加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一点，就是讲咱的薪水有一个适当的提升啊。另外就是讲，咱安怎可以降低伊的这个成本，也外籍移工的支出，譬如讲咱咧讲，逐个月你交1500块，交1800块的这个中介服务费，啊，是不是大家人拢爱安尼交？无需要嘛，啊，所以这点就是讲，咱雇主要安怎协助咱的外籍看护，好，你无需要请咱茫个请中介公司，啊，咱就互咱这1800块甲省落，安尼是毋是有？若是外籍看护，伊等于讲伊加趁这1800块，所以我感觉规个制度内底，咱就爱去考虑一寡，包括讲雇主看即马移工的市场的问题。因为安尼咱才会当摕到好的劳动力来照顾咱的老人。所以讲到底也是钱的问题，啊，人的品质的问题啦。是。但是呢，这我要回到这个医师的立场。咱咧讲这84量表，你要改进安怎？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啦，吼，因为即摆咱，譬如讲50-60岁，厝里还阁有4大人，可能70-80岁。伊会感觉讲，妈妈、爸爸年岁大，必须要有一个人，来甲看，吼，因为虽然好骹好手，嘛无啥物大毛病，即阵时有即个需求的时阵，伊若摕布医师你开的即个诊断书，伊就无法度请，即阵时要安怎？你认为呢？若是你会坚持讲，你都无需要，你无需要，你都唔通。我的意思是讲，迄心理的需求，甲社会面的需求，咱要安怎徛在医师的立场来做这种代志？虽然你是神经科啦，对啊，嘿，阮神经科迄个开足济啦。开足济。对，阮开足济迄个巴氏量表啊，甲 CDR 两个拢有。嘿，伊神经科的毛病足济，拢有需要迄个请人照顾的，是讲阮神经科吼，足侪老人诶，
啊，就是像主持人讲的，有的就是，尤其怎有的老岁仔是家己大汉，然后所以独居的，然后啊伊无识字，或者有识字嘛，加一点点嘛尔，啊伊行动嘛是会使，啊但是嘛无讲遐利落。啊，因厝里呢，迄个对，因就是想要请，即种的就是目前会发生冲突的，大部分都是你无遐严重，你怎85岁以上，你生活功能有一项袂使，就会使请，所以已经放宽又放宽啊。然后啊是讲有诶，即使是这样，啊你无遐老，无到85岁，然后你想要请，啊就较困难。啊，阮医生你怎来问我？那要不要请外劳？你怎可以出得起啊？然后我们都赞成啊。阮病人有愈侪人照顾。那迄阵时你可要开较量者？袂了，因为吼，阮开巴氏量表哈，阮开了迄个后面还佫有稽查，伊会来阮科，阮科像阮科一个月开1000份好啦，啊伊会抽查。抽查。对，即个吼。看起来伫外口拍拍照，然后迄个看起来拢真好，即个老伙啊，你开互伊，有当时嘛有人会来甲阮讲，迄像阮厝边，伊拢无使，人嘛会使请外劳，你若拢无开互阮。这就是安尼。即我就是咧问讲吼，即摆社会面吼，愈来愈有即种需求。譬如讲，我熟悉一个是大人，伊呢，伊有即个无讲真介严重，但是呢真发起来。会下久啦，因为年岁有啊，佫加上这个肌少症，所以伊是说啊真烦恼，讲无安尼啦，妈妈，你不爱有人来陪你，伊要家己带，无安尼好无？咱来去长照，来去带迄个一人一间的有人医生会来你看，伊嘛不爱。七讲八讲就讲，无咧找一个即个外籍的来甲你斗阵带，伊嘛不爱，这就真麻烦啊，就即种，嘛有讲，伊就好口好手但是伊就需要啊，需要的时阵，即个巴氏量表，甲譬如讲，若是回归着讲，透过诊断证明书，伊嘛无法度请着啊，就算讲用即个大本的，这叫做 CMS， 伊嘛无法度请。社会面即马愈来愈即种，足侪即种。这对不是对？那以目前的情形来看，有2个可能的方式啦，一个就是讲，咱伫社区内底真侪即个据点拢有足侪活动逐日有活动咧办，长辈去遐参加活动的时阵身体也较好，做运动甲人接触，真侪人甲你讲话、唱歌、啥物货较快乐安尼对长辈来讲，对伊的身体健康来讲是真好的代志就是需要甲长辈好好讲互伊愿意啦但是真侪长辈拢有家己的脾气嘛家己的个性就无得较讲会愿意去遐，但是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是较新的，就是即马政府有咧鼓励咧示范就是互少年人甲长辈带做伙比如讲伊即间厝可能有加一间房间即间房间互少年来住可能会检查无家收即个房租是讲真俗安尼足少互伊一方面甲即个长辈斗阵，小可甲看一下但你有人介意安尼接触介意斗阵。安尼是一个方式，但是有哪会看这长辈有法度通接受啊？无，迄就变做个人啊，这制度面上，咱会当受足侪方式但是讲到上尾也是钱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钱的问题，因为咱最近其实，譬如讲以这个以秘书长所讲，咱最近这几年其实长照的这个费用已经是真济啊，但是显然还佫无够，因为咱马上就超高龄社会就来啊，不然我来到强要60岁到时阵，因为你一来就是算作一开始你都要面对，你若无先开始做规划，这是后来是无法度应付。在恁即摆做机构的人，
恁所看到的这电交的系统内面到底有啥物较优先呢？必须要马上来改变。转大开。改变哦。譬如讲，迄12万6班变12万。当照即马目前安尼讲啦，吼，机构是一地啦，吼。啊，我定讲机构是即个老大人最后一里路，由阮来陪伴伊啦。今仔日如果讲伊若是真正是轻度或者是中度，其实我嘛以我个人的看法甲立场，其实我嘛无讲，莫讲伊来带阮中照机构啦，因为就是互较正经是较严重家庭，不管伊是家己要照顾，或者是咱的外籍朋友来斗相共，拢无法度处理的，你着来我中照机构。啊，今仔日即个主题巴氏量表来讲的话，就是即个轻啊，尤其是即个轻的部分嘛，吼。一个案例顶礼拜亲身发生伫我面头前，迄个老大人80几岁阿伯啊，举一支拐啊，啊拄啊，迄个有2个坎啊，伊拄啊行入来顶仔骹有2个坎啊，2个阶梯。但是迄个台北市你知影拢有做顺平专案，叫顺平专案，所以伊就有做一个斜坡嘛。但是伊那是顶仔骹到路面嘛，伊无法度照咱的无障碍的迄个设施迄款的要求1比13，所以迄个斜坡嘛是还是陡的嘛是惊的。迄个阿伯啊，离我头前头5步，现伫我面头前跋倒。啊，阮是伊下背景起来的啊，好，阮就赶紧过去嘛。第一当然袂使甲叮当嘛吼，赶紧先甲叫伊讲啊，你骹举看卖啊，啊你都规个甲懵懵的，好佳在无骨折啦。骨无断，啊，副医师伫遮伊就知影了，80岁以上的老大人，若骨折啦，若骹若断，一年来死亡率50%。啊，所以拄则唐秘书长有咧讲到，迄健康促进、健康促进是足重要，因为咱的年龄毋是到即马尔，会阁一直起哩呢。2060年，咱的平均余命查某超过90咧，食无90岁算夭寿，查甫85。所以以后毋是3代同堂无稀罕，以后5代同堂啦。真系要死袂去。啊，但是袂啦，因为安那后壁无人要生。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拄则迄个理事长嘛有讲到啊，要安那互即个老人会当健康，但是伊也袂法度达到即个标准的时阵，国家的机制要安那入来，就是讲真正互伊是伊有需要，互伊请会到咱即个外籍的朋友来斗相共，因为是安那。伊即个若拄啊有外籍的时阵，因为咱话尤其是迄个副医师，伊就知影迄个帕金森症的有无？迄个就是行路小碎步嘛，爱第就是因为伊的平衡有问题嘛。啊，即款的是真正随时，但是伊这巴氏量表一开始呐，微度轻度袂过啦，毋是袂过嘛，因为伊逐项你要叫伊大小便食饭行路，拢有法度爬楼梯伊就翻咧嘛，看会当起哩啊。所以迄个巴氏量表是袂过，但是伊有需要边仔有人甲陪伴甲看的无，绝对有需要，因为是安那。伊今仔日若莫跋倒，伊莫骨折落去的是开刀、感染、肺炎、泌尿道发炎了，这规个拢健保的支出，过来是社会成本，过来是社，所以你即个巴氏量表，因为伊的限制伫安尼的时阵，变做讲爱到互开卡破想啊，啊，即摆真正有需要倒伫遐啦，啊，所以即摆互你引准你请咱即个外籍朋友，是，所以即个如果有法度用即个要节省咱即个健保支出。啊，你迄个，莫互伊变做大严重的时阵，啊，咱即个外籍朋友入来斗相共的即个机制，要安怎互伊更加周全？我感觉这是动物会使处理的代志啦。哦，这他拄仔唐秘书长已经有讲过，讲来在因的失智症吼，在真久之前就开始啊，这叫做失能评估。但失能评估毋那是失智症的尔。啊，佫有其他的，比如讲真济吼，医生来在你的这个专业来看，啊，佫有啥物镜头必须要用这种失能评估，卖伫巴氏量表内面的。其他应该是精神病吧？精神病跟迄个失智吼，差不多，伊可能好手好脚，啊是讲有的人可能需要迄种的。第一个，就是知觉失调。已经有精神分裂，怎改名？第一个失调啦，失调啦，吼，就这种。嘿，像这种的吼，这足侪人有人是住咧机构的，
然后像以前很有名的什么龙发堂啊，然后现在也有很多那个疗养院呐，啊，个目前因为治疗较好，然后所以日照中心呢？对，这就日间病房啦，或者什么，因这长久以来已经发展很多，然后所以这种会讲要请外劳的其实较少，对，啊，其他的主要像讲阮成人科其他的毛病，巴氏量表其实会使的，啊，就是讲有的人较轻，伊嘛想要请，对啊，如果较少年，啊就不符合。啊，但是这是要安怎处理呢？涂秘书长。这真正实在是一个。你比如讲，你巴氏量表困难的问题，无法度救济啊。是，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我是有支持讲放较松的啦，吼。啊，对阮来讲呢，少年的失智症的朋友，就较无法度去请到。对，吼，因为伊有即个年纪，吼，的即个条件嘛，吼。啊，所以若伫少年的失智症，伊若无够严重的时阵，吼，啊，好你加在咱轻度就会使啦，吼，有诶可能搁较轻的吼，啊，就无法度吼。啊，所以若会当较放一个较松的是有哪会当有较侪朋友需要会当用到啦，吼。啊，但是迄个问题就是我拄仔所讲的吼，啊，到底有遮侪通请无啦？吼，外来的即个来源够不够啦？吼啊，因为拄则咱理事长所讲的啊，吼，即马东南亚国家很多经济起飞了嘛，吼，啊，伊嘛无要来遮啊，吼，啊，到时咱其实请无啦，这是我较烦恼的一点啦。整个来讲，吼，咱台湾的即个长照的人力，吼，慢慢减少，吼，后摆无够遮人力来照顾。事实上，即马嘛还佫无够啊。这个问题是政府需要去正视的一个问题啦，吼啊，包含外籍看护爱做回来考虑啦，吼，这点我是感觉这是整个的问题。这供应甲需求面吼，两边拢做袂春车嘛，是不是安尼？是啊是，咱即马莫讲以后，即马就无够啊，即马就无够啊，唔免看到以后啦吼啊，其实咱要超过20%嘛，免等到2025年、2024年就够啊啦。就出现啊，就会敢若会比咱的国家原来的预期会搁较紧啦，会搁较紧。啊，所以讲共款讲到尾啊，就是讲嘛是钱嘛，啊所以钱即马要安怎来，真正是要好好啊规划嘛。啊，因为目前咱来看就是税收是绝对无法度人支付。啊，因为吼，咱的即个高龄化遮尔啊严重，这是大家共业嘛，对毋对？啊，你舞到尾也无人敢做总统啦。所以讲，这侪人就无啦，即摆抢嘛，即摆抢是因为还佫感觉佫冲会过嘛，对毋对？啊，迄就是有抢就有机会嘛。啊，但是伊有想法无？这就是你要评估要选伊也毋选伊的问题。咱今仔日无要讲政治啦，吼。所以讲钱的来源是一个，你今仔日就敢若健，所以你还是主张爱保险，就是健保共款意思嘛。健保你有的人一世人捌看过病啊，伊逐个月你拿钱嘛，对毋对？啊，这健保的这个制度就是讲。逐个人的力量来互需要的人用嘛。啊，其实你中照嘛是安尼嘛，因为逐个拢是这个台湾土地生长起来啊变老，啊所以毋是讲今仔日咧讲中照这个代志要安怎解决，毋是政府为伊家己的责任尔，咱所有的百姓，咱台湾的人民拢爱有迄个共识。所以该你爱出钱的时阵，你真正着爱出钱啦。啊，我感觉安尼才有法度人解决咱未来遮尔啊严重超高龄化的这个问题。理事长。我是感觉讲这个问题缺工、欠缺工人这个问题，毋是干那台湾的问题，伊嘛是一个真济迄个进步国家的问题，吼。尤其是咱的厝边隔壁日本啦、韩国，甚至即马中国嘛开始啊。啊，所以咱咧讲就是讲，咱搁看着讲，咱进前咱的迄个外籍看吼，主要拢是来对迄个东南亚来的。要毋过，咱感觉咱爱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甲遮的迄个外籍移工甲。你来到咱台湾做工课，其实伊是一个人啊，伊也毋是机器人啊，
吼，啊伊也毋是迄个自动机械，讲你甲试落去，伊就开始服务到你欢喜为止，服务到你困为止。所以咱爱甲伊，咱若讲回归一个，就是讲伊做一个，即个义工，偌一个看护做一个人的本质。因为咱要照顾老人，老人嘛是人，你咧照顾本来就是人的工课，所以咱要照顾一个老人，啊，咱搁要用一个袂属于机器人，拢毋免休困，毋免无感情、无目屎，啊，就安尼就一直甲顾落去，啊，毋免休困，用即款的思考来思考你甲你顾的人，你即款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吼，啊，另外就是讲咱咧讲到薪水的问题，薪水的问题嘛是共款。市场上即马咱讲咱咧欠人，咱即马咧欠人，其中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有若出现一个真大的问题，讲头家你若出钱出了有够，伊就要甲你做。即马含真侪看护嘛是拢安尼啊，所以即个部分这是爱制度入来，政府的制度入来甲补充的，毋是讲咱去要求讲看护讲啊，我干来当互你2万吼，啊你搁继续做落去。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咧做遮的工课的时阵，咱莫讲用以早的观念，也是讲咱用一个毋是人的即个想法，讲即个就爱做24小时，你含 7-11都有轮班啦，即个看护都无轮班，你要加顾24点钟，这是无道理的代志。这我相信是社会这个概念会慢慢改变，但即摆是政府是认为无鼓励民众来使用移工。